伫埃及的金字塔是真有名，不过金字塔顶悬的狗仔，你敢有听过？这只狗仔叫做阿波罗，是这个金字塔附近的流浪狗仔。即马伫咧网络顶是请假，伊请起来，毋但会当带动当地经济，而且还阁互流浪狗的问题受到大家关注。 这是埃及的金字塔群，是全世界上有名的历史景点之一。不过，详细一看，金字塔顶悬有一只狗仔咧。这影片是美国查甫人莫舍尔翕的，伊伫埃及耍飞行船时阵注意到这只狗仔，伊叫做阿波罗，是一只流浪的埃及家犬。敢若是伊的家族有8只流浪狗伫金字塔附近爬来爬去。有粉仔表示，真侪游客因为感觉神奇的报名来，也有导游将阿波罗加入因为解说内底，将伊比喻做古埃及的神明阿努比斯。这神明主管死亡，常常用龙头人身的形象出现。 So we cannot stop animals be part of what something which is history around it. It becomes like a creation of the nature around, which is we're trying to like adopt to our basic environment. But dog, he haven't got no limits, so he climbs whatever it is. 这影片也显示埃及的流浪狗问题。流浪狗是埃及都市常常看到的景象，为工地行路到粪扫场，拢看到因的影子。在地动保团体亲像美国开路动保救援基金会，想要为因找到适合的主人。而这影片红起了后，政府已经同意甲基金会合作，伫金字塔附近设置狗仔站，甲永久的兽医中心，为流浪狗绑起来卫生，做小狗病疫苗。公司新闻由惠准编译。